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的争议引起讨论。昨立法院审查劳动部预算，在野立委认为，就业基金的争议伫咧理清楚进前，无应该审查劳动部预算，落尾干那审公务预算等其他的部分。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滥散用的议题引起讨论，尤其新价长针对就业安定基金5000多万使用无符合目的，要追回讲法，佫开始引发关注。立法院维权委员会18审查劳动部预算，劳动部长洪胜汉面对媒体追问，佫再重新强调未审调问题的态度。现在还没有收到审计部的正式的报告，对于就业基金的态度都是，我们绝对不会回避问题，我们也不会闪避现在大家所质疑的种种的争议。即阵的是，若为质疑讲，若准就业安定基金有5000万无符合使用的目的，依法劳动部应该向相关的人员提告追偿。认为有异议之下，不应该审查劳动部的预算。若为也对就业安定基金亏空200亿，要求劳动部说清楚、讲明白。要请教部长哦，他说这个就业安定基金现在亏空200亿。这今天给哈讲的亏损200亿是那个时候疫情期间，那3年期间我们的收跟支之间有200亿的这样子的一个落差，但是这个就是基金。因为若为甲洪胜汉言辞互相拢真惨，立委呼吁讲会当采取保留等做法，要是要按照程序审查劳动部预算。民进党一个调委黄秀芳，落尾是决定18唔审查基金预算，干那审查劳动部公务预算等部分。基金的弊案其实是透过媒体揭露的，而不是透过管理委员会，也不是透过立法委员，所以显然这个管理委员会跟立法委员的监督权全都被荒废了。因为18是国际移工日，立法院审劳动部预算，劳团是同时间到劳动部的外口进行抗议，对立委暂时唔审查就业安定基金。劳团要求讲，劳动部应该要定期公布就业安定基金的委员名单，并且减免骗过照顾移工的家庭交的就业安定基金的费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